咁啊，又講賽馬貼士啊，咁啊睇下今日咧可唔可以熱門啦嚇，咁啊熱門應該幾穩下嘅，咁啊第一場8號日出東方，第二場1號全神貫注，咁啊第三場2號顯勝高升，咁啊第四場6號金玉良言，第5場4號黃金騎士，第六場6號烈焰光芒，第7場6號桃花開，第8場6號，第8場10號旺旺家駒，咁啊第9場6號超勁赤兔，第10場1號舉步生風，第11場3號綠野飛馳，咁啊今日應該係開熱門嘅。